皇崗口岸全面開通，毀掉香港新界小店係根本原因，從來唔係北上消費，口岸越建越便利，兩地融合越嚟越深。但香港新界啟社區商業卻正喺度以肉眼可見啟速度集體消亡。好多人只睇到港人北上消費啟表面現象，卻從來冇人真正講透呢場鋪天蓋地啟小店執笠潮，品質係一場基建推翻城市商業底層邏輯，啟幾嚿坑洗牌。如果你住喺新界，日常感受得到身邊啟小店一間間消失，街頭吉鋪越嚟越多，商場人氣越嚟越冷清。而話點解明明經濟在調整，通關越嚟越方便，本土基層生意卻徹底撐唔住。今日呢條片，我由頂層機變、交通變革、消費邏輯、產業鏈數反應4個維度，完整拆解呢場香港社區商業啟無聲地震。我會話你知，到底係邊個真正殺死咗新界小店？呢場衰退係咪短期現象？普通街坊同小老闆未來仲有冇出路？全城光火冇廢話，睇完你會徹底睇明深港融合背後最殘酷啟大家。2026年夏天，香港迎嚟咗改變兩地格局啟重大基建變革，重建後啟皇崗口岸、港方口岸區。在7月31號正式交付香港政府管轄，全新啟通關模式、交通配套、承載能力，直接將深港兩地啟空間距離、時間成本、消費門檻壓縮到歷史最低點。好多人以為新口岸啟用只係多咗一個過關選擇，方便市民出行而已，但實質上呢座全新啟24小時通關口岸，直接推倒咗過去幾十年保護香港新界社區商業啟最後一道地理屏障。屏障消失啟嗰一刻，新界小店啟宿命就已經被注定啦。先同大家講清楚呢次口岸深級啟真正含金量，你才能明白後續所有商業崩塌啟底層邏輯。呢次皇崗口岸重建唔係簡單啟翻新擴建，而係從通關模式、承載流量、交通配套啟全方位迭代。全新口岸正式實行一地兩檢合作查驗，一次放行啟全新機制，徹底顛覆咗過去繁瑣啟通關流程。以往大家往返皇崗、落馬洲完整通關流程大概需要30分鐘左右，遇到假日人流高峰排隊1個鐘都係常態。但全新啟皇崗口岸將整體通關時間壓縮到僅5分鐘，大家冇聽錯，5分鐘就完成香港、內地兩地全部出入境手續，唔使2次排隊，唔使重複驗證，唔使來回奔波。為咗支撐超高效率通關，口岸配置咗130條合作查驗自助通道，再加68個傳統人工櫃台，無論係自助通關啟後生仔，定係需要人工協助啟場者、旅客，都做到快速過關。更關鍵啟係皇崗口岸係目前深港之間唯一一座24小時不間斷運作啟旅檢口岸，零時差，全天候開放，徹底打破咗時間同空間啟限制。呢種效率升級帶嚟啟流量暴漲，數據最能直觀證明。重建前啟舊皇崗口岸每日最高客流量大約4萬人次，全新口岸啟用之後，日常客流量直接飆升至每日20萬人次。未來等到港鐵北環線支線全面開通，呢個數字仲會繼續攀升，峰值有望突破每日30萬餐。就算在口岸正式交付啟用之前，呢股北上熱潮已經勢不可擋。根據深圳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佢統計數據，截至2016年7月2日，皇崗邊檢站累計查驗出入境人次已經突破4100萬，同比上升8%，比2015年提前15天突破4000萬人次大關。單2016年上半年就有超過300萬餐在夜間11點到次日6點開非黃金時段通關，其中每晚23點到凌晨1點係入境河料最集中開高峰。就攞今年端午節小長假嚟講，短短幾日時間，經由皇崗、福達兩大口岸出入境啟人次突破70萬。其中港澳居民就佔咗46萬人次，呢組數據說明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：北上消費早已唔係假日啟額外選擇，已經變成香港市民啟常態深層掛緊。如果說超高效率啟通關模式解決咗過關麻煩、耗時太長啟時間問題，咁全法解交通配套就徹底解決咗過關唔方便、通勤成本高啟空間問題。直接將新界居民啟北上門檻降到幾乎為零。呢次運輸及物流局為新皇崗口岸量身打造咗全套公共運輸網絡，覆蓋7條專營巴士路線、6條專線小巴路線、5條24小時跨境巴士路線，再加上全天候的士服務，旅客過關之後能夠直接接駁深圳地鐵同市內公共交通，實現無縫換乘。而且呢啲全新啟巴士路線全部精準覆蓋新界各大住宅區、商場同交通新路，真正做到兼文好直達口岸。九巴開通來往皇崗口岸同葵翠邨啟全日路線，途經葵芳、青衣、大欖隧道轉車站，全程只需45分鐘，由大欖隧道轉車站上車，20分鐘就直達口岸。城巴仍然啟路線，連接皇崗口岸與啟德、青山灣、屯門、洪水橋一帶。嶼巴就打通咗口岸與烏溪沙、馬鞍山、科學園、大埔、古洞北啟交通脈絡。唔單止咁，
九巴現有276B 路線，正設天水圍、元朗往返好眼，啟全日特別班次。原本只服務日間，啟 N73 通宵巴士，直接延程總站至黃金好眼，實現24小時無間斷接駁。單程票價僅10幾到20幾港紙，對於新界偏遠地區啟居民嚟講，呢個係顛覆性啟出行改革。放喺幾年前，新界居民想去深圳消費，需要輾轉區內巴士、港鐵、跨境車輛，來回唔止花費大半日時間，交通開支都唔低。好多人因為麻煩，寧願選擇留喺本地消費。但而家出門幾分鐘就坐到達好眼啟巴士，半個鐘左右就順利通關抵達深圳，時間、金錢、精力成本全面暴跌。正如運輸及物流局果陣陳美寶所講，所有交通配套啟實機都係以市民啟使用需求為核心，最大化便利跨境往來啟旅客。但大家要明白，便利從來都係雙面人，呢套令市民出行更便捷啟基建網絡，同時亦徹底抽走咗新界社區商業，最後啟生存利器。借此指錢，新界天水圍、元朗、上水、葵涌呢啲民生社區啟小店，靠啟係地理距離全服。居民想食飯、買零食、日常消費，怕過關麻煩，交通耗時間，只能選擇留下街頭、商場啟本地小店。距離係呢啲小三伏唯一啟護城河，而全新皇崗口岸啟開通，直接填平咗呢度護城河。當收工之後，周末傾診，隨時可以半個鐘跨境抵達深圳，享受更平、更豐富、更高品質啟消費體驗。大家自然唔會再留戀本地昂貴單一體驗一般啟社區消費。呢個唔係市民無情，而係最普及啟經濟區類。深圳一碗雲吞麵30港紙，香港同品質要80港紙。深圳茶樓點心份量足，碗實多，服務到位，冇用餐時限，冇隱性收費。反觀香港好多餐廳，平日收取10%啟服務費，其實日就更加飆升到20%甚至30%。換嚟啟卻係求其啟服務，擠迫啟環境，嚴格啟用餐時限，食飯好似趕場，完全冇休閒體驗。性價比巨大差距，加上零文款啟跨境出行，直接造成香港本地中小散伏啟全面失血。大新銀行2026年5月發布啟中小企調查數據，真實揭露咗呢場行業危機。團隊訪問咗343間香港中小企業，高達74%啟受場散伏，營業額都出現不同程度啟下跌，其中接近20%啟散伏，營業跌幅超過20%。調查明確指出，目前本地中小企最大啟兩大競爭殺手，第一係黃勁啲想搶走平價生活用品市場，佔比45%；第二就係港人北上消費，直接分流本地餐飲熱辣消費，佔比43%。除此之外，仲有30%啟市民增加外遊次數，進一步壓縮本地消費空間。與前同時，80%啟中小企正面臨地緣政治、人員價格波動、供應鏈不穩定，帶來啟成本壓力，成本上升，營收下滑，客源流失。三重夾擊之下，小店根本冇喘息空間。呢股冰冷啟行業寒流，在新界民生社區體現得最淋漓盡致。一個又一個陪伴街坊嘅心靈啟老店，無奈拉閘，永久謝幕。天水圍嘉湖新北江商場，一間經營22年、啟港式地道小食店新義小食，在7月25號正式結業。呢間承載咗幾代天水圍街坊童年回憶啟老店，結業消息一出，即刻引發全網街坊啟不捨與感慨。有居住天水圍將近20年啟網名留言，年年睇住老闆夫婦慢慢變老，後期店內出品越做越少，唔止係生意唔好，更加係年紀增長，體力難支，最後無奈選擇停業，睇完滿是唏噓。呢種感覺，我相信好多街坊都體會到。呢啲小店賣啟，從來唔止係食物同商品，而係街坊幾十年啟生活記憶同社區溫度。唔止地道小食店，主打粵菜、點心啟臉婦食店、茶王店，位於天水圍天耀商場啟分店，都在7月10號正式停業。呢次結業更加直接掀開咗本地商場營運啟人款，店方直接發品控訴業主領展過橋抽板、無理壓榨，指責商場長中期中斷冷氣系統，壓力環境根本冇辦法正常經營。而領展隨後反駁，指店鋪租約舊年11月已經期滿，早已通知唔續租，且生貨長期拖欠租金，費用仲唔按時交還鋪位，雙方各執一詞。但最終啟結果依然係老店消失、街坊流失、社區商業再少一員。天水圍從來唔係個例，整個新界民生區都在經歷呢場商業蕭條。元朗街頭人氣十足，經營多年啟多寶雞蛋仔，宣布8月初正式結業。老闆娘面對鏡頭，只無奈嘆息，大環境徹底變咗，小商戶根本無力抗衡。元朗、上水啟商鋪空置數據更加冰冷得殘酷。元朗整體空置率由10.1%攀升至10.8%，空置鋪位增加18間，總數嚟到279間。上水空置率由10.3%尾升至10.6%。大家唔好少睇呢幾個百分點啟變化，呢個代表啟係成個社區啟商業生態在持續惡化。每逢週末嘅假日，大批新界居民直接過關北上消費，
本地商場街鋪門可羅雀，購買力被持續分了掏空。一間開業20年啟街坊零食鋪老闆講過一句最真實啟大實話：以前生意唔算大富大貴，但起碼有啖飯食絕對冇問題。而家時代變遷，客源流失，就連有啖飯食都變成咗奢望。更可怕嘅係社區商業啟衰退，從來唔係單點崩塌，而係鏈鎖式啟骨牌效應。好多人唔明點解一兩間食店執笠會帶動成條街、成個商場徹底涼透。道理其實好簡單，社區商業啟核心邏輯係人流帶動消費，消費帶動人氣，人氣支撐成條產業鏈。以前街坊收工放假落樓食嘅飯，買份小食，順手就會買杯飲品、大包零食，添置日常零碎用品。一餐飯啟消費，能連帶帶動周邊士多、奶茶店、日用品店啟生意，點點滴滴啟零碎消費，撐起咗成條社區街道啟營業氣氛同生存空間。但而家完全唔一樣，大家周末收工直接過關北上食飯、購物、娛樂、體驗、日常採購，所有消費一站式就係新進完成。返到香港之後，基本唔會再專門落街逛街額外消費。原本分散在社區啟零碎消費，被一次性徹底抽空。單單一批啟了啟零室，就早已令成條社區消費鏈條徹底斷裂。葵涌廣場啟淪落係呢場連鎖崩塌最典型啟縮影。曾經啟葵涌廣場二樓係全港知名啟平民美食天堂，人流鼎盛，檔口密集，日夜熱鬧。每到飯點就逼到水泄不通，係無數街坊啟童年回憶、後生仔啟聚會勝地。但最近有網民實地拍攝對比，畫面令人無比唏噓。曾經滿租爆滿、人流爆棚啟美食街，如今冷冷清清、十室九空。絕大多數小食檔、餐飲鋪位集體結業消失，越大啟美食區域，最後僅僅剩得一間賣魚蛋、燒賣、簡單飯食啟小店苦苦支撐。有今年初剛剛預接啟新租戶體驗，自己開店啟時候，商場仲係滿租狀態，人氣尚可。短短幾個月時間，周邊店鋪一件接一間撤場執笠，眼睜睜睇住商場快速沒落，內心無比恐慌。如今繁忙時段，葵涌廣場二樓依然靜悄悄，完全冇往日半分熱鬧景象。不少網民感嘆：每逢周末，大批港人北上，本地商場雪上加霜，部分街頭冷清到令人覺得香港正慢慢變成死城。可能有人會講，葵涌廣場沒落只係經營不善，價錢太貴，唔可以全部歸咎於北上消費。呢句話只啱一半，價錢同經營問題係內傷，但北上消費係壓卡駱駝啟最後重擔，雙重疊加之下，先造就咗如今啟頹勢。葵涌廣場近年啟經營弊病其實非常突出。首先係天價租金壓榨，飲食類鋪位租金極度不合理。原本月租2萬港紙左右啟普通鋪位，只要做餐飲、做小食，業主就會直接加價到5萬甚至9萬港紙。近期商場二樓一個500穩啟茶飲店鋪，全包租金高達42000港紙，仲要額外支付頂手費。就算只係容納到一人操作啟迷你小食店，月租都要24000港紙。早年甚至有乳酪雪糕店老闆坦言，自己店鋪穩租比中環 IFC 核心商場仲要高出幾倍。有網民講得好通透，有人氣、有客有啟時候，高租金尚且可以勉強承受，最可怕嘅係客流持續沙化，高租金卻紋絲不動。呢種唔合理啟動價，直接逼走咗無數用心經營啟小老闆。而且同時，商場自身啟精耕有市都在全面消失。葵涌廣場向來靠平價小食、平價消費吸引街坊，近年嚟卻悄悄加價。普通小食動輒40至60港紙一份，價錢直逼正餐，徹底失去咗平靚正啟核心優勢。唔單止咁，商場店鋪類型越嚟越單一，地道港式小店不斷消失，取而代之係大量內地風味食店、夾公仔機、彈珠機等熱辣設備，徹底丟失咗原本啟社區商場特色。硬件配套更加拖後腿，通風系統長期殘舊不足，食點有煙、食物氣味會滲入旁邊啟服裝店、日用品店、印象型購物體驗。大量冷氣設備長期損毀，冇人維修，消費體驗越嚟越差。當所有負面因素疊加，惡性軟飯就徹底鎖市，食店生意下滑，陸續結業，連帶旁邊啟士多、奶茶店、小食攤失去下料支撐，這邊店鋪紛紛撤場，成條街、成個商場人氣冷清，商場氣氛蕭條，街坊更唔願意落街消費，下料進一步流失，成為店鋪難以為繼，繼續結業。一環扣一環，一旦開啓，根本無法逆轉。第一太平戴維斯香港研究部董事湯作宣精準總結咗呢場行業頹勢。民生商場正同時承受北上消費、網購興起啟雙重緊握。2026年下半年呢種強烈啟市場分化格局只會越嚟越明顯，實力薄弱、依賴本地街坊啟社區商場，租金同營收只會持續下行，冇觸底反彈啟直上。更值得我哋警惕嘅係社區商業改執立潮，從來唔只係幾間店鋪消失咁簡單。佢會沿着就業、供應鏈、資產價值3個維度，層層向外擴散，影響成個社區改經濟生態。最先承受直接衝擊嘅係基層就業改普通市民。新界社區小店、街頭食肆
聘用啟大多係區內街坊、中年家庭、家庭主婦、資深前線員工，一間茶餐廳、一間士多、一間小食店，背後支撐啟係好幾個普通家庭啟生計同開支。天水圍爭議小食結業，唔止係老店落幕，幾位做咗10幾年啟資深員工瞬間失業，收入歸零。鬼湧廣場大批小食檔、餐飲店集體撤場，一批基層從業者頓時失去工作，冇過渡期，冇緩衝空間。好多人以為結業只係老闆食錢，實際上基層員工先至係最無足嘅一群人。佢哋冇儲備資金，冇轉行技能，冇被動收入，小店執笠就等於家庭穩定啟閃奔遊，直接斷裂。而呢個已經唔係個別案例，係2026野喪分田全港民生區啟整體缺失，本地餐飲同社區零售長期面臨3座無法破解啟大山。第一座係僵化高企啟租金，下了沙話營收縮水，但租金只升唔跌，快速吞噬小店微薄啟利潤。第二座係消費模式啟徹底轉移，港人北上成塔話直接抽空本地週末晚市啟核心消費。第三座係人工成本持續攀升，人手長期短缺，小店原型成本居高不下，盈利空間被壓縮到極致。第二層被重創啟係成條城市供應鏈，大家唔好以為小店執笠就影響店鋪本身，每一間社區餐廳、士多、零售店背後都對應住穩定啟食材批發、物流送貨、升級洗大、耗材供應、實備維修等上下游產業。一間小店結業，對於供應商嚟講就係永久失去一張穩定訂單、一筆固定生意。單間執笠影響尚可承受，但幾十間、幾百間小店批量退場，影響就會沿着供應鏈層層穿透，不斷放大。送貨司機單量減少，批發商營收縮水，苦顧生客源流失，成條機場產電鏈都在受壓萎縮，最終成層傳統業啟衰退必反。第三層承受巨額虧損啟係無數商鋪業主同整個社區啟資產價值。而家啟民生區商鋪業主基本陷入兩難死局，堅持唔減租，租客租約到期就會集體撤場，鋪位長期空置，零租金收入，利記虧損遠遠超過減租啟損失。選擇主動減租留人，每月穩定租金收益直接縮水。不少早年高價買鋪，需要每月供樓啟業主減租之後啟租金甚至無法復嘅按揭供款，長期積累資金壓力，最終同樣面臨蝕本套路。最新啟工商鋪數據足以說明一切。2026年首季全港4大好山區街鋪空置率為 11.1%， 核心旅遊商業區除咗旅遊業回暖，空置率已經開始逐步解散。但民生住宅區啟處境完全相反，旺角街鋪空置率維持喺 9.9%， 完全冇回落跡象。更誇張嘅係旺角潮流特區，扣除定產封閉樓層後，其餘樓層空置率高達54.9%，超過一半啟鋪位長期拉閘，冇人承租。大家可以試下想象，超過半數店鋪空置啟商場，零零散散營業啟街頭，冷冷清清啟社區氛圍，唔止直接拉低商圈活力，更加會持續壓低區內鋪位售價同租金，社區資產價值持續貶值。呢個係比短期執笠更可怕，喺長期隱伏。最令人無奈嘅係呢場衰退一旦啟動，就好難自行逆轉，只會不斷自我強化，惡性循環。店鋪持續結業，家頭吉鋪變多，商業氛圍冷清蕭條，街坊肉眼可見人流減少，選擇變少，自然唔願意專門落街quản家消費。與此同時，半個鐘就打開深圳商業圈，人流旺盛，種類豐富，價格低廉，體驗更好，絕大多數市民都會理性選擇北上消費。本地學料進一步流失，剩餘堅持仍然啟小店更加難以盈利，只能陸續跟正結業。店鋪越嚟越瘦，氛圍越嚟越差，學料越嚟越疏，惡性循環，無限輪迴。更現實嘅係，並非所有行業都能平等承受呢波衝擊，市場分化極度嚴重，真正受影響甚至穩定經營啟只有牛金維修、24上市士多、新鮮麵包店、緊急上面服務呢類需要酬金急時更削喺本地服務行業。而受傷最慘、最先倒下啟全部係可替代啟非更削消費行業，餐飲最慘，收殘而立，美容護理、普通成衣零售呢啲行業啱好係新界社區商業啟主力，亦係普通基層小老闆創業啟主要賽道。雪上加霜啟係新皇崗口岸全面開通之後，內地電商大舉落貨香港，線上零售衝擊進一步加劇。萬事大卡改數發現使2016年4月，網上零售銷售額佔香港整體零售總額改比例已經攀升至 9.7%， 相比2010年改 6.3%， 大幅提升3個百分點。電商滲透率持續走高，意味住市民連日常零碎購物都唔需要再落街，手機落單就送貨上門。線上有電商平價替代，線下有深圳跨境消費替代，夾在中間，佢香港社區實體小店瞬間失去咗所有不可替代性。而家啟小店名緊啟已經唔係點樣提升服務，點樣優化出品，點樣打出促銷啟問題，而係最根本啟靈魂口問。
當消費者線上更平，線下更優質，選擇更多元，大家到底仲有咩理由專門光顧本地社區小店？呢場商業寒冬啟底層係香港消費模式、社會結構、城市格局喺全方位結構性轉變，絕對唔係短期啟市場波動。大新銀行啟調查再次認證，74%啟中小企營收下滑，核心競爭壓力全部嚟自北上消費同跨境電商，本地中小企正面臨成本攀升、需求轉弱，歷歷波動啟三重夾擊，整個市場正經歷漫長且痛苦啟調整期。過去香港零售同社區商業啟成功邏輯非常清晰簡單。本地居民就近消費，內地旅客來港購物，雙重客料支撐起整體市場。但而家邏輯徹底翻轉，內地旅客來港已經由瘋狂購物轉變為深度體驗、輕消費模式，帶動起零售增量大幅減少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居民大規模北上消費，持續輸出本地購買力，一增一減之間，本地社區商業喺生存根基被徹底掏空。有學者話，市場正自動適應結構轉型，逐步調整。但呢句說話對於冇資金、冇資源、冇背景喺家層小老闆嚟講，太過奢侈、太過遙遠。大品牌可以轉型、可以跨資、可以調整營運、可以蝕本捱周期，但普通街坊小店冇生煎養捱過漫長寒冬，冇團隊做數碼營銷，冇資本做體驗升級，市場一波衝擊來臨，只能無奈認輸，黯然退場。目前整個市場啟分化趨勢已經非常清晰，香港核心區域啟一線街鋪、旅遊商圈。伴隨旅遊業回暖，租金率先止跌，逐步回升。但新界民生住宅區喺社區商鋪、社區商場，租金售價持續沉底，檔次呢完全睇唔到復甦跡象。好多人中意用撐本地、撐小店、啟情懷口號，自我感動。但真實啟商業市場從來唔睇情懷，只睇規律。當跨境消費門檻降到歷史最低，當消費選擇無比多元，當性價比差距懸殊，大眾啟消費習慣只會不可逆地徹底改變。呢個唔係任何人的錯，而係時代變革下，基層商業必須承受啟結構性代價。面對呢場請財冇有啟商業寒冬，小老闆、普通市民、整個行業其實都陷入咗兩難啟困境。對於小店負責人嚟講，而家啟經營處境進退兩難，想減價促銷留住熟客，每個月啟租金、人工、食材、水電成品固定不變，售價壓低之後，看似人流稍有回升，扣除剛性成本後，利潤微乎其微，稍有不慎就會直接蝕本虧損。想靠情懷、靠手技、靠街坊感情留住客源，可而家消費選擇太多，市民唔會單純為你人情，犧牲價錢同體驗。大多數新界小店老闆而家只剩兩條路可以行，要麼極度壓縮營運成本，精簡人手，緊縮開支，咬緊牙關硬撐淡市；要麼租約到期，即時折損，停止經營，即時離場，避免越蝕越多。冇第三種輕鬆可選擇。而對於普通街坊嚟講，大家其實冇任何錯。面對香港高昂嘅生活成本，每月沉重嘅固定開支，選擇性價比更高、體驗更好、更便捷嘅消費方式係最正常、最理性嘅生活選擇。北上消費唔止可以慳到大量生活開支，仲可以獲得更好嘅服務同環境。用腳投票係每一個普通人嘅本能。我都睇到好多中小企嘗試自救，主動破局。除咗常見嘅減價促銷、優惠引流，越嚟越多小店開始加入體驗式服務，嘗試數碼營銷、開展社交平台推廣，努力適應新啟市場環境。但尷尬嘅現實係，超過一半嘅中小企從來冇申請過政府資源，甚至唔清楚相關補助扶持計劃嘅申請渠道，有心轉成無力落地，成為大多數小店嘅真實寫照。最後我哋返到最核心嘅問題，呢場由皇崗口岸升級演變喺社區商業洗牌，到底會持續幾耐？未來仲有冇可能回暖？我啟答案好直白，短此嚟完全睇唔到你卷啟可能。24小時通關，5分鐘通關效率，半個鐘跨境通勤，平價交通配套，呢啲基礎條件只會越嚟越完善，深港融合只會越嚟越深入，市民北上消費啟習慣只會越嚟越舊化。未來啟香港社區商業再也返唔到從前就近消費壟斷街坊生意啟時代，今後能夠存活落來啟小店，唔再係地利買自好啟點，而係擁有獨特手藝、在地情懷、不可替代體驗。供需做緊服務啟優質三可，嗰啲靠信息差、地理保護、單一價格優勢生存啟普通小店，只會被時代逐步淘汰。呢個唔係一間間店鋪啟落幕，而係香港基層商業格局啟重塑，唔係一時啟市場蕭條，而係長達數年啟結構性調整。一座城市啟繁榮，從來唔止依賴核心商圈啟濕化熱鬧，更需要市區街頭啟市井煙火。當新界一個又一個社區失去往日啟熱鬧，一間又一間街坊老店消失，我哋失去啟唔止係商業活力，更加係香港最珍貴啟基層人情味同市井溫度。睇完呢條完整拆解，相信你已經徹底睇明香港小店執笠潮，從來唔係單純啟北上消費調治，而係機電變革、消費轉型、成本高企、模式落後啟全方位結構性危機。
覺得呢期深度奸貨對你有幫助嘅朋友，麻煩讚好、收藏、轉發，等更多人睇明香港基層商業嘅真實困境。鍾意深度拆解香港民生變局、商業真相、城市發展趨勢嘅朋友，一定要點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帶你深挖香港不為人知嘅底層邏同行業內幕。評論區傾下，你身邊有邊啲陪伴你多年嘅新界老店已經消失？你覺得未來香港社區小店仲有翻身回暖嘅機會嗎？